決定唔生小朋友嘅夫妻，間屋就係要咁裝。佢哋一買樓就即刻打爛咗2間房中間幅牆，2房合一變成一間超大主人房，配埋2部冷氣，一到夏天遙控都唔使爭喎。成張床係地台，床下床邊都係儲物空間，夜晚仲有地燈引路。重點係呢張超長書台，2個人並肩坐都綽綽有餘。你做你嘅嘢，我煲我嘅劇，互不干擾。客飯廳個腦位喺呢度，一組櫃3面用，正面係吧台，側面藏零食格，背面完美包住雪櫃。一個櫃劃分2個區，全屋行到成個回字，一寸都冇浪費。食飯用卡位，凳底又係收納，餐台伸縮自如，2人日常撐台腳嘆 coffee 都特別 chill。朋友上嚟隨時又可以擴充到成為梳化靠埋一邊，客廳中間預留大幅空地，隨時坐喺地下開 party 打機，先至係年輕人正確打開方式。由廚房到浴室，每個角落都係為佢哋2個度身訂造。你都想打造你哋嘅2人世界？即刻 WhatsApp 我哋。